圆仔红豆汤，红豆汤爱准备的食材有：红豆1.5克，饮用水红豆的4杯至6杯，大概6克至9克，外围的水5克，赤沙1克，酿1.5克的红豆，把红豆倒入去鼎内面，用水洗清去，佮把较无遐好的豆仔拣掉。加饮用水入去鼎里，伫外围倒5克的水，过来甲鼎放入去电锅，再搁盖挂，甲开关试落去。等开关跳起来了后，至少要翕30分钟，互伊翕较烂咧。若是要食绵绵的红豆，会当搁加翕一段时间。最后，甲红豆汤放出来，加入赤沙辣辣的，就完成啊！赤沙要加偌济，会当家己择。调味调好啊！会使搁盖挂翕15分钟，安尼红豆甲赤沙的甜味会搁较融合，嘛会当搁加一撮仔盐，预防腹肚膨风。刷落来，咱来做圆仔。圆仔爱准备的食材有：水100公克，糯米粉125公克，可可仔粉适量。抹茶粉适量，芝士粉适量，先加糯米粉过刣，加水了后，用箸拉互搅匀，搁用手加戳做一圆，染一块细茶做果菜，加放入去滚水内底，煮到浮起来。接续加果菜和原本的糯米菜烂做伙，果菜会互因产生黏性，会使加天互开。过来，就甲因分做4份，做无同的口味。其中1份做原味的，另外3份分别加入抹茶粉、可可仔粉、甲芝士粉，烂到色水搅匀。若是变做光骨袂黏手的糯米菜，就加烧做圆细细粒仔的圆仔，嘛会当甲圆仔烧做各种的图样，亲像动物、果子等等，加足趣味，搁好食款，嘛会用伫做搁较济款的口味。放入去滚水内面，煮到浮起来就熟啊。最后，把圆仔加入去红豆汤内底。若无要随食好了，会使把圆仔甲红豆汤另外下。要食的时阵，才较做伙。安尼就完成啊！同齐食一碗烧烧的甜汤，实在是足幸福的。